Are you ready? My God, it's full of stars. 大預言話地球是大限將至，到今天還是未有事。未是時候就無謂亂下賭注，去偵測太空怎樣住。水星發夢有負數，火星怪物無盡，可否繼續留在被窩之中？其實金星引力太重，土星行為遲鈍，轉咗幾鐘幾秒後已經上岸中。忽然001，還未倒數987，平日的壓力已在瞬間消失，像太空漫遊。忽然001，讓沉睡變一種美德，集齊2000個夢，掛在我的寢室，去換無限個明日。靜靜低舞也可以登上火箭，直達土星兜個圈。漫步宇宙沒更直接的方法，會快捷過沉睡去來夢見。水星快夢有無數，火星怪物無盡，可否繼續留在被窩之中？其實金星引力太重，土星行為遲鈍，轉咗幾鐘幾秒後已經上岸中。忽然001，還未倒數987，平日的壓力已在瞬間消失，像太空漫遊。忽然001，讓沉睡變一種美德，集齊2000個夢，掛在我的寢室，去換無限個明日。忽然001，還未倒數987，誰又整晚夜仰望那天黑黑，願太空漫遊。忽然001，讓沉睡變一種美德，集齊2000個夢，掛在你的寢室，去令長夜更甜蜜。Yeah